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总统大选剩无到30天，你到底有在关心着即寡总统的参选人因的政见吗？你敢知影对着房屋会当免头款1500万的贷款，一个月通好互你6万外，这敢通？居住正义敢讲遮困难？厝地毋是商品炒作，敢是做民望？咱今日好好来讨论这个政策。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宏国德林科大不动产经营系兼任副教授林王金。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不动产企验室执行总监徐嘉欣。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上班族，伊家己讲是欠长夜多的上班族何峰。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互观众朋友来了解，到底这个大选当中的居住正义，因是安怎讲？厝价才悬着，台湾人买新厝的平均贷款的这个基数呢，佮创新高咯。那么是要安怎来落实居住正义呢？来变成到2024年大选总统候选人的焦点。今日大门就会当看到灶骹客厅、抽悬的空间，阁有1家1房，安尼的小型厝体是袂少人头一摆买厝的新选择。但是，伫关厝价的年代，嘛，户型贷款的期限愈来愈长。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统计，今年第三季台湾人买新厝的平均贷款期数已经达到305期，比前一季加10期，阁创历史新高。一直有负债或者一直要还东西的感觉，会有一点压力。我自己是偏向租就好了。真的房子很贵，然后薪水很少，然后如果真的要买一个房子，我不知道要不吃不喝多久。新水起的速度对袂着关厝价甲通货膨胀的脚步，为少民众烦恼生活品质降低，唔敢买厝。不动产资讯平台总监陈杰明就表示，全国厝贷总人数增加的比例无悬，但是厝贷总额却增加要5成。这几年房市在变好的状况之下，建商他赚蛮多的。然后另外的就是在营建成本的部分，这几年其实涨蛮多，所以建商他也不太愿意快速去做降价。除了买厝的压力以外，为着解决大争议的问题，基控议是总统大选候选人小连续提出政见。民众党郭文体强调，社会主体总量达到5%，实施税制改革，甲空厝逼到税厝市场，大力补贴租金。民进党赖清德延续蔡英文总统的政策，用囤房税、空屋税压制炒房，扩大清安贷款，增加社会主体。咱国民党的侯友宜是主张鼓励民间投入社会主体，洗两体升抽，检讨不动产交易所得税。少年人头一届买厝，上悬1500万内会当专业贷款。三个候选人大个政策各有优点，大个正义甲民众的生活真有关系。啥个政策才会当真正落实大个正义？相信是选民重点检验的项目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咱睇看这个新闻大吼，事实上，这个新闻已经差不多有5-6天啊。对着讲吼，这个好友的电影，讲你上悬，咱一开始就讲会当贷款吼1500万，而且免头款。初啊听起来哇，真的会忙哦，哇免头款，真侪人就是这头款摕袂出来。但是你甲想看卖，如果你若头款吼，这个所谓这宽限期咯，过了一个月要6万外块，哦，这6万外块，而且你安尼伫台北市、双北市无一定会买到。咱来看吼，这个对着民进党也好，还是国民党也好吼，因所谓的这个方案是安怎？先看这个校友因遮讲的吼，我用这个555的这个方案，吼，讲自备款是0，吼。啊，这个贷款1250万，伊个无冲到天花板啦吼。贷款40年，贷款40年，什么概念呢？就是讲你即马若是40岁，你要还到80岁，吼，啊，就是讲你迄阵时上好，你还阁有厝地，或者是讲你已经欠啊，啊无就你要继续工作，哦，80岁，宽限期5年啦，
吼啊，刷来这个我就免讲啊吼，也就是讲吼，前5年宽限期吼，你缴利息17000，你可能感觉会轻松，但是这个魔鬼来哈，第6年甲第10年咯，41570块，了后42280块。啊，若果是民进党的自备款250万，贷款1000万，啊了后5年的宽限期啦，缴利息17917，啊了后呢是33910块，哦，这是呢少年的这个555的专案啦。但是吼，真侪人就讲啊，这个听起来吼真滋味真好哦，我免头款。我来写这个王金老师吼，王金老师应该是真少年时阵就开始有买厝的经验吼。咱先来讲这台湾历史，啊，你先来讲讲这个政策到底在你看起来是安怎？咱先讲，拄啊主持人讲迄个居住正义，居住正义是安怎有现在朗朗上口，都伫个马英九总统的时阵，迄当阵啊无可刮牛2度就睡在那个地堡，开那地堡迄个时阵，哦开始重视这个代志。咱伫迄个以前国民党伫执政的时阵吼，大部分拢是伫重视这个所谓房屋交易市场，伊毋捌咧重视这个租赁市场，所以租赁的乌市就是迄当阵直讲，大家即摆开始相信讲，租赁确实需要爱好啊管理，好好啊，甲伊辅导，好好啊，甲迄租赁的市场互伊健全化。哦，这个是咱顶摆讲居住正义这个代志，所以伫个少年人也好，还是伫个这个咱看这个政府的主题政策来讲，应该莫阁去鼓励，因为即马打草房的措施，即马才开始上路无偌久，啊，看无这起草啊，啊，但是你会知影讲，即马目前即马的这房地产的交易量已经量缩，价还没有跌，因为技术还未落，因为。伊即马就是你看，你讲即马若你国民党执政的时阵，有这个有专案，555的专案，啊，才开始有1500万拢会使贷款的时阵，即马遐建商的余屋卖出来的迄个部分来，我着大部分较早，我咧想到这个代志，回想较早咧贷款的时阵哦，非常困难，哦啊开始即马。第一次的石油危机的时阵，迄个政府嘛是咧鼓励讲健全房地产的方案出来，就开始讲鼓励人贷款利率安那降，开始建商要卖厝，伊嘛用嘛有迄个所谓的免自备款的，伊就免自备款，伊就用迄叫做信用贷款，用信用贷款，信用贷款一寡是信用贷款，一寡这个抵押贷款，还有一寡是建商互你建商做银行互你贷款，所以这个代志过往消费者咧买厝的时阵。拢是为着安尼贪着讲会当买，结果利率悬的时阵吼，迄负担是相当的大。你敢知影较早？即摆讲即摆1.几，即摆算开始日贵。较早我捌办过的利润吼是16%、17%。阮兜买过13%。对啊，所以迄个时阵你买厝非常困难。但是咱回过头来想讲，咱即摆要买厝的少年人。就是讲，你即马这个厝要买的时阵，你一世人的资产是你的总担保嘛？你的总担保，你总是爱想讲，你买厝的时阵，爱有想讲，我有资金的能力，有资金能力，咱想来去咱有一个长远的这个计划。太好套牢了。对，安尼才袂去套牢。你即马这个555专案，这好康贷这个代志，这等于。是鼓励人讲，不管如何先冲才讲，先买落去再讲嘛。买落去了40岁大概80岁，这个中间，你这乌奴的时间是会延长这个套牢的努力啊。所以这个制度，我感觉实在是讲起来时机不对，方向不对啦。因为即马你讲，不管你。这个赖清德也是这个柯文哲，因的咱716的这个
居住正义的这个活动内底，拢有有人签嘛，啊，大家拢签啥？签讲就是爱扩大租补啊，扩大这个所谓的社宅的新建，现在这个部分应该去做啊，甚至讲你应该提出多元的主题政策。哦，那小等有机会再来讲迄个部分啊。但是你怎么可怜人去一头钻进去，然后永远在那边为了还贷款，啊，咧拼生拼死，我感觉这个做法真正无什么，无跳出这个逻辑的吼。啊，嘉欣，你安怎看？因为阮吼，迄当阵哦，新闻出来的时阵，有记者甲我讨论这个代志。我讲吼，伊这个政策虽然讲看起来对少年仔真正有帮助啦，因为即马就一个少年仔，伊想要租厝嘛有问题，啊买厝的时阵真正是唔敢去想这个代志。所以讲吼，若是讲真正变投资款，会使有一间家己的厝，足侪少年仔感觉真好，安尼有即款的感觉。啊，可是讲阮有看到。淡薄仔问题，譬如讲，拄则老师讲啊，你可能即马宽限期了啊，我无法度还钱啊。啊，第二个是讲吼，因为伊为着讲吼，惊讲大家炒作，伊就去补一下叫做10年闭锁期。啊，可是讲阮以前哦，若是讲要脱离这个闭锁期嘛是有方法，譬如讲我上摆我就用互伊法拍，啊法拍你就袂使甲我管啦。啊，另外一个方法是讲，阮以前买军宅啊、国宅的时阵，迄当阵毋是讲闭锁期吗？啊，阮买的时阵，阮就卖真正做买卖，阮就做一个租约，你先入去住啊。但若是讲无法度的时阵，你就来做一个租约，佮做一个债权，好，第二顺位抵押，啊，你就无法度卖啊嘛。哦，听起来敢若顶摆有一个候选人王如玄，嘿，就是会使安尼实务上面是会使安尼操作。啊，可是讲对于少年仔来讲，伊即马无可能捌遐尼济啦，所以讲吼，伊有可能讲啊，我即马以后若是讲贷款不用投机款，就会使做贷款，我就凊彩我就买啊。买了要房子还法拍啊！时到时担当啦。伊唔知影，伊即世人就可能为着这物件，伊无法度再翻身呢。我是感觉着，我是感觉这是还是真危险的代志啦。哦，这蔡老师，你甲看吼，这房屋的政策也好，单小等来讲，咱整体台湾这个房屋的趋势吼，但是你来看吼，这个贷款对着总体经济，尤其。我相信民间的这银行应该是唔敢来做这项代志吧？我想吼，拄则两位来宾拢已经讲啊真清楚的，讲这个政策听起来一开始咱像感觉是袂歹，但是伊有足侪问题，伊有啥物问题咧？其实咱会当对提出这政策的每一党的候选人，因拢有一寡相对的要解决这少年人大房的这政策。啊，你看侯友宜即马提出来这个政策。伊若感觉讲，即个要有少年的有一个较合理的厝的介绍，会当互因去贷款。其实伊伫新北市市长的任内，伊就会当去好好啊，甲伊遮房屋税、房屋的价值会当照伊新北市起的即个幅度，慢慢去甲伊调悬。是安怎讲呢？因为你若无去甲伊调的话，大家咧付即个房屋税的时阵吼。其实会当讲是付有够低，所以大家就会去有囤房的这个现象啦。老师爱互观众朋友了解，房屋税是地方税还是公用税？主持人讲的是重点，房屋税是地方税。啊，大家咧讲要提悬这个囤房税这个税率吼，最近咱中央政府嘛甲提悬啊。但是大家爱知影就是讲，这个税基对啊，伊地方政府伊这个真正要扣，大家咧看咱最近当纳掉这个房屋税尔嘛。你真正房屋税，你看恁兜厝的价值看较偌济，啊你边仔遮厝规个起啊密密茂茂，啊结果恁兜咧纳的税纳啊遮低，虽然你纳啊足欢喜的，但是你敢会讲纳啊足合理的？欢喜是因为咱纳的税足少的，合理是对遮的少年仔是足无公平的。吼，像那因入来即个所在，啊你的房屋税纳啊遐低，结果你的厝价起遐悬。啊，你若厝价起遐悬，你地方政府无相对的每一档好好去评定咱遮房屋的即个价值，啊，你拢无去甲伊提悬，安尼是毋是对少年仔其实就足无合理的？啊，你即马造成即个厝价安尼一直爬悬，即马较来讲啊，你来甲我贷款吼，你就毋免摕投机款来。所以我想到过去嘛有一个候选人吼，嘛是针对着即个类似的政策嘛提出一寡看法。
咱真侪少年朋友，咱咧若去大学读册，甚至伫高中开始读册时阵，咱会当去有即个助学的即个贷款嘛。啊，即个贷款咱敢有需要付投期款？无需要，咱只要是大人来甲咱担保就好啊。啊，参这有啥物无共？无啥物无共。吼，你只要厝来担保，啊，就银行就借你钱安尼。但是咱是毋是即马有足侪少年朋友，因为伊读册读了无兴趣，伊毕业找的头路毋是真顺利，薪水毋是真悬，所以长期尾啊，害伊无法度来负担这个贷款。啊，所以有一个候选人就讲安怎，讲规个要甲取消。啊，规个要取消，毋就变成规个拢国家来负担，变成咱这纳税的人的负担，这敢有合理？这就是无合理，因为你无一开始就甲资源放伫对的所在，咱毋是一个资源吼，会当互你安尼黑白汇率的国家呢？咱的资源、咱的财政是非常健康、非常重要的。啊，你即马小共的意思，你讲你甲这个房屋会当互大家来买，啊，毋免准备投期款，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讲，我若有能力的，我会足欢喜的。即马政府我本来要先摕200万，先摕300万出来，政府叫我毋免撒出来，所以我足欢喜的。但是若无能力的呢，有哪对人咧化销的话，伊有哪对咧，有哪入去买的时阵安怎？大家拢会讲，咱袂当安尼讲，看足侪少年朋友吼，因拢哪想啥物拢毋知，拢袂晓想，吼，伊干那想要买一间厝尔。有当时啊，毋是你袂晓想，是有当时啊，你毋知讲你未来会面对着啥物的无确定的即个情形。你若头路本来讲，你若6万块做了稳稳啊，雄雄你的公司怎倒去？有可能无？绝对无人讲无可能的，除非你拢伫政府内底。你若伫政府内底，你一个月我都领6万、领7万的人，伊敢有需要甲互政府去甲你补贴这200万，互你免投期款去买厝？无必要嘛，因为伊着家己本身已经有能力通去买厝啊，是安怎你要甲遮的资源甲提起补贴遮已经有能力的人，这对政府来讲就是资源黑白使用嘛。啊，你若互遮本来无能力的人，还是讲六百足暗的人，你互伊去买这间厝，当然大入去大家会足欢喜的。5档这个利润吼，6百足低，大家会足欢喜的。啊，5档过咧，利率转来呢？啊，利率转来，即马当然有伊会讲啊，这利润吼未来吼，咱看到即几工即个美国中央银行、美国的费德嘛开始。可能要降利率啦吼，所以利率未来降，利率未来会降是一回事，但是你未来工作有法度稳定无，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本金啊，含你就含到袂起。啊，讲一句话歹听，有当时啊，你若身体有一啊什物状况，你无法度正常安尼纳这个钱要安怎？厝都爱断头呢，厝断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持人都要问到。王金老师讲的。这银行要安怎？这银行就一堆拍销呢，这银行的拍销会变成啥物？变成咱真侪观众朋友若长期咧看咱的节目，咱长期咧关心这个中国房地产的问题。迄规个房地产怎啊规个放伊啊怎啊等伫银行的手头，就变成断头。我相信我嘛无经过迄个时代，但是伫台湾较早即个经济发展真好吼，我知影有一波房地产是倒啊密密麻麻，啊有真侪建商是倒啊走路，毋是即马迄个时阵的建商是输啊脱裤。啊，即摆建商大概是赚啊888，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你去杀出即个政策，我嘛毋是真好的啦。啊，毋是真好的，咱应该去想讲，咱若真正要照顾遮个少年人，咱的重点毋是讲互你免负担，是有法度互你一个合理的即个房屋的即个计划。啊，要有一个合理的房屋的计划，你得爱看你要安怎做，要安怎去讨论。吼，不管是用即个扣即个房屋税，吼，甲提互悬，房屋税提互悬，包含着你税率就爱甲扭互悬嘛，包含着你的房价爱要合理嘛。我毋是讲你的房价爱甲扭互悬，条工要扣互规个房地产怎啊放落来？那规个房地产放落来，对着咱整个台湾的经济嘛是无好处啊。吼，咱莫讲啊，厝拢家己要大也无差，嘛是有真侪人摕房屋来地产，啊伊若摕房屋来地产，伊甲这房屋摕出来租互真侪少年朋友，这对社会嘛是有贡献的。因为真侪人无法度买厝，伊去帮大家买厝，啊来租互大家，只要租金若有合理，会当解决大家即个大个问题，这嘛是一种好的现象。所以咱毋是讲调工要甲即个税吼，扣悬，扣房地产怎啊帮伊，咱是想讲是毋是就是一个合理的政策？老师他这个合理的政策，咱等下当甲来讨论。是啊，老师他讲的是重点吼，这个地方政府哦，应该爱率先吼
来参与着这个帮恶的把这个帮恶吼会继续来压落来啊吼。但是咱现场吼，这上班族，何方？是。你敢有想要买这个国民党因所讲的这个1500万？拄听到的时阵，真正足欢喜的。想讲哦，我因为一般的人想要买厝，一定是头期款摕袂出来。啊，你讲我后壁会纳的钱，譬如讲，伊即马讲是4万外箍，还是讲更较悬的？你小拼者，我这年纪来讲的话，我可能摕出来。问题是，听你头前讲的，你就要甲观众朋友小小解，你这样差不多是30桶、40桶还是20桶？40桶，40桶。所以我国民党这个我无法度用。所以偌实在有一个好处是，伊无这个，伊无这个。啊，毋过。找唔到啦。啊，毋过你看，我若是留到30年、40年，我根本就无可能纳袂出来啊。所以你这个政策，你若是针对25岁甚至35岁的人，你叫伊一个月摕4万出来，根本就无可能啊。啊，你头前互伊爽爽带5年，后壁你个无法度啊，无法度个摕钱出来纳啊，这是一定的嘛。因为你厝，咱无头我讲啊，无要甲伊。无，因为厝的总价无可能落，啊，你薪水若无够悬的话，你两方面无互相搭配，你是永远，阮这个年纪的人其实永远拢买袂起。啊，你家己本身有想要买厝？我真想要买厝。我有人讲，你若是想要买厝，你摕入考机关是去找恁老爸老母对无？啊，毋过阮你是大人？我有一间厝，我有一间厝啊，当初嘛有想讲甲卖掉来台北买厝，啊，毋过其实若是安尼做的话，我要台北市买有真仔困难。譬如讲，我即马租的厝我租的厝是伫市区，我的市内只有17平尔，我的租金是3万块。所以我若3万块，我加一点仔厝，一点仔钱我想有通，嘿，我有通啊做这件代志啊。啊，毋过你想看觅，我3万块拢摕去用租金，其实3万块我通来贷款呢。我想要买来拢做租厝，然后我住10年、20年以后，迄厝嘛毋是我的嘛。所以我直直想讲要甲家乡的厝卖掉来台北买厝，拢有去看。啊，毋过就是想讲，我厝的是人拢会想讲，卖甲家乡的厝卖掉嘛，拢会想讲迄是一个系啊，祖产的迄个观念。所以你若是要靠我家己，我头一款摕袂出来。啊，你要叫我后壁，若是讲假设我今日毋是70岁，叫我摕出4万外箍呢，我真正嘛是爱较拼一个。而且我30年哦，我30年以后我到有去做工课。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我到时阵，我后边嘛是纳袂出来，我可能唔知影10年、20年，头拄讲的，我若是你无一个完整的你的投资理财观念的话，你无先准备后边是，唔是你讲我一个月偌济钱，我留偌济钱，我阁有存安尼阁好啊，绝对袂使就安尼想。所以即马真侪少年人是听到这件代志，伊想讲，马紧啊，反正伊唔知影啥物叫宽限期，伊唔知啥物叫做20年、30年、40年贷款的无共款，是一个真大的危机。咱看到吼，差不多2-3个月进前是网络顶头足穿的这个漫画吼，叫做山道猴啦，就是一个少年人吼爱拍爱买一台迄个重型机车啦，嘛是免头款，吼而且头家也讲吼，你免头款，吼也免担保，而且我搁甲你教装潢，毋是教装潢，教我甲你改装，改得真拍，但是你逐个月来还我。你逐个爱还我，结果还较不大去，嘛发生车祸，爱安尼规个人生才毁去。人有个人用这来做个比喻啦，就是讲你买厝来甚至爱真小心吼。但是我要回头来问4位，咱台湾是按照何以至此？讲安尼放假，我会记得阮厝家，我查民国71年啦，免讲到遐远去。71年的时阵，阮兜去买到这个中正区吼，一栋7楼内面的6楼电梯的330万，33平，无公设啦，迄种传统的迄个华厦安尼吼，迄阵时算贵啊咯，但是迄阵时阮老爸老母两个拢是做老师，业绩安吞落去吼，头两年哦，拢甲阮讲，即摆袂使乱开哦，即摆大家咧不都爱下起来哦，爸爸妈妈安怎哦，迄阵时就真困难。但是到底是经过了啥物，咱是安怎来变做即摆目前即个款？
以前就是大家吼，咱拢是农业社会，啊，拢来北部或者是来都市打拼，对，来都市打拼啊，所以大家拢足困欠，搁足打拼，啊，拢现在咧想讲好天爱春雨来娘，啊，存一点啊，啊开始家用的，啊，家己存一寡钱，啊，再过来贷款安尼困欠，大家累积，嘿对，拢是安尼，真济。下港起来，也是咱东部过来，拢我咧东部过来，我咧宜兰过来，啊，所以拢是差不多这个情形，伫累积讲有一间厝、两间厝来砍挂，我讲来个咧砍头，嘿对，啊，所以这个部分过去吼，虽然讲即马讲哦，咱即马的少年讲啊，恁迄代阮都无经过啊，迄代安那恁都足幸，其实迄代拢足拍拼，足辛苦的，啊，但是。即卖房地产吼，是因为第一就是讲，咱时代啊，甲经济拄啊，蔡老师你讲啊，经济都已经发展到即卖啊，所以这个观念，但是理财这个观念应该袂使变，就是讲你无迄个能力，你去做这个代志，这钱唔通吼。你讲这个是三道河吼，啊，这个。啊，其实较早嘛，真侪拢是零自备款，建商拄啊落迄款的，迄拢会使。啊，但是这最规尾就是你买啊，遐你无迄个资金能力嘛，啊，你家己断头啊，或者是讲一工到暗拢你拼讲要贷贷款，你变做是你无生活品质，嘿，你连品质拢无，你就世人就是干那伫个为着这个厝吼，去互这个厝套牢，变做你是一个奴役。安尼尔啊，所以讲，即款的政策，我是安尼感觉讲，这政策吼，开错药方，走错方向，就是讲，这个部分，就是讲，即马目前，拄啊，蔡老师你讲，啊，现在问题是啥？高房价嘛，啊，人买袂起嘛，买袂起，当然是爱各种方案拢爱出来，就是讲，互少年人会当。有产业、有工课通做，互伊有累积伊的资金。啊，再来就是讲，咱即卖房地产的税制，啊，甲在房地产的供用这个部分，爱有一个较全面的这个政策。所以较早咱咧呼吁就是讲，爱为什么爱个囤房税以外，爱个空屋税？空屋税甲囤房税不共款的，即卖行政院。提出来，国民进党提出来，迄个就是敢若甲迄个税率提高，啊，因为税基拄啊，蔡老师你讲，较早咱嘛讨论过，税基就是后市长的时代，甲上尾工伊的自治条例都唔定嘛，啊唔定嘛，所以伊无囤房税的税率嘛，伊无差别税率嘛，啊所以这就是政府的态度，对这个代志无敢。对这代志讲，伊感觉讲遐伊若甲伊提高税基，也是提高税率，拢是去得罪着有钱人，得罪有钱人，啊，所以伊唔敢去做，伊无爱去做，啊，无爱去做的时阵，这房价就落袂落来，啊，所以即马开始有打炒房的措施了后的时阵，大家嘛你啊看嘛，看讲你即马若有新政府出来的时阵，你若有松绑，啊，这个人搁入来过来买，我着搁趁第二波的这利润嘛。所以台湾即马就足奇怪，就是讲人口直直少，啊，人个这个厝价直直悬，啊，拢袂看，咱实在是。我有当时咧开玩笑咧讲咱台湾真正是妈祖婆甲大道公拢咧甲咱保庇的。无你来看蔡老师你讲到大陆遐即摆种恒大集团、碧桂园集团遐代志拢已经发生啊，啊，个人摕啦，摕迄买厝的人买到无通厝通大，遐人拢是家己踮咧厝迄个厝内底去买锅灶饭的。啊，佫继续去酒伫遐咧。啊，咱即摆佫想讲，啊，即摆互你。佫40岁，啊，佫来买贷款，佫40年，互你甲头毛喙收白了后的时阵，啊，你即摆还可以为着贷款倒咧烦恼，我感觉这就是政策唔对的所在，就是讲这个所在袂使安尼去鼓励啦，对。啊，嘉欣吼，就恁咧卖厝的即个观念，就真侪人咧讲哦，台湾人口愈来愈少，房屋吼应该是即个房屋的钱吼，迄厝的钱。计数应该是落啦，因为这个需求少啊嘛，买厝的人少，
敢是安呢？阮的观察是安尼啦吼，头一个是讲吼，台湾虽然讲吼人足少，啊厝一直咧人口起，人口减少，啊厝一直咧起。可是讲吼，阮即摆的厝拢是旧厝，所以讲旧厝像公寓的部分啊，差不多占差不多50%以上。所以讲，阮即摆少年他讲老年人因买厝的时阵，讲要大的时阵，嘛是按算讲会使住较好的厝。所以讲电梯啦，吼，伊若是讲会使选择，伊可能就去买电梯，啊有管理的厝。啊，本来讲公寓这款的物件，可能就提出来做出租，啊是啥吼？做一个敢若讲是这个财务规划的处理第部分。所以讲吼，头一个是讲，阮家己有一个住宅改良性的需求，吼爱住较好。啊，第二个是讲吼，因为阮台湾吼，咧投资的物件实在足少的。讲台湾人哦，讲你讲去做什么 ETF 啊、联动债啊啥，迄当初互人骗过足侪听了就惊。算看卖只有房地产上安全，所以讲你看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家拢买厝趁钱啊。啊，当然讲囡仔嘛是感觉讲，我买厝应该是应该是有机会，上无我看会到，啊上无我会使租得出去，所以把迄个厝吼当作是一个金融商品。啊，佮即马吼，佮有人讲啊，买一间厝，啊，贷款还了啊，伊就摕去创啊，摕去银行佮借钱出来，啊，做美金迄当阵毋是讲迄个迄个定存5%哇嘛，吼，啊，房贷才2%哇，伊就会使趁一个3%的利差。所以讲，你就看到讲台湾人用不动产这个物件来做这个资源上面的一个。理财上面的规划，这是阮感觉讲，为什么讲啊人口一直减少，啊，迄个计数一直起来关。所以你以前这种代志，未改变。我是感觉讲，可能嘛会愈来愈严重，因为吼愈来愈严重，因为阮即马利息太低啊。啊，2002年以后吼，你讲因为土增税，阮迄个税率佫降低，啊，利息的时阵佫往下调降。所以讲，阮进前以前迄当阵的时阵，爸爸妈妈讲房贷去借钱，我会记得阮买迄间厝吼，阮迄个利息差不多是7%。阮爸爸妈妈讲哦，年终吼，恁即马红包就较少，吼，我要摕去要买房，要来还房贷。所以讲，你就感觉讲吼，以前甲即马的状况无啥共款。以前想讲啊，我较紧嗨起来。啊，即摆想讲啊，无要紧，我反正这钱哦，拖的，以后才无法度再转贷，安怎都安怎。所以讲吼，这就是讲做计小无法度明显的讲会使做修正，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实价登录，阮中介去买，今嘛甲一个屋主沟通讲，林老师，我若是讲吼，今嘛想要卖你的厝，吼，啊你按算爱偌济，一定该先看实价登录啊，啊实价登录哦啥？对啊，实价登录我就定毛啊。啊，定毛了啊！我无啥可能，除非讲今卖迄个整个景气就歹啊！我可能有可能检测一下，啊，即摆那是景气就好诶，我为什么要小啊卖？这都无可能嘛！但是我要请教蔡老师哈，蔡老师，那安尼看，咱台湾人的习惯，甲房屋当作商品，这项代志，有法度透过政策工具。来个改变，或者某种程度来个改变吗？我感觉若要透过政策吼去改变讲大家的这个投资的行为吼，当然这是有可能的啦。但是咱今仔来要讲这个555这个政策吼，叫你唔免投期款，唔是叫你免还，吼，这是差足济。吼，我若参阮朋友出去吼，啊，阮朋友看到一个物件足介意的，啊，你知影明明伊能力都无好，讲啊，无要紧买，无要紧，我先借你，5档后你较还我。我毋是叫你免还呢，我毋是买互你呢，我是叫你5档后较还我。啊，到时阵啊回袂煞的时阵，伊真正无法度还我，变成我家己负责。啊，共款的意思就是讲，我感觉政府若要有政策，其实大家拄则老师有讲到，就是讲过去新北市政府无定即个房屋税吼。啊，其实伫过去2016年的时阵，我毋知影咱观众朋友有印象无？迄时阵咱即马要参选。台湾总统的这个赖清德副总统，伊伫台南市，伊就是调关这个房屋税、参地价税。迄个当时有真侪台南市民就去抗议，啊，嘛有真侪台南的市议员嘛去抗议。啊，伫即个时阵，你看一个地方首长，伊要调关合理的甲即个房屋税也好、地价税也好，甲调关。
面对着遮侪抗议，真侪议员伫当初是拢反对，啊，到今仔日变成遮个人甲徛出来讲，哦，我足注重遮个少年人自房的即个问题，我要好好甲调整。我感觉这是观众朋友会当好好去想看嘛，讲你若真正一开始建议是啥物吼？是你若一开始就徛伫少年人，也是讲徛伫咱真侪民众会当有一个合理的帮价的立场顶悬，有一个合理的扣税，敢是一个真正常的代志。啊，有一个人想要好好去做代志，煞变互你讲哦，你是来抢遮市民的钱，我感觉这是做无合理的啦。所以若过去大家讲，伊安尼若无公道。啊！你若徛伫今仔来看，你是毋是爱先行伊一个公道？我感觉这是第一个应该先说明清楚。第二个就是讲，要安怎讲，互遮个房价会当慢慢啊稳落来。其实这咱伫节目顶悬嘛讨论这有够侪件啊。第一件就是讲，你若讲伫税率的部分，就是讲地方政府爱拍拼，啊，咱即个中央政府嘛爱拍拼。中央政府若咧分遮税收的时阵，你地方政府你会当去扣的税，你无爱来扣。你较来讲啊，我拢扣无钱，你爱甲我加分一寡我，凭啥物？所以咱政府应该爱定期去公布，中央政府讲，咱先对6都开始，这6都内底有对几个地方政府是真正有咧注重咱这个少年人基础正义。基础正义。第二点就是讲，即马大家拢讲要去社会主体，要去社会主体，咱即马要参选总统的这个3位候选人，过去嘛拢做过地方首长。过去划社会主体划上大声的，就是咱首都的市长。即马咱县市长、县参选人，伊社会主体起几间，伊伫伊任内规划要继续起的社会主体有偌济，根本就无。第2任了就有。是。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伊甲继续画出讲要起社会主体，这是无可能的。房价你要互伊落来吼，你若讲伫即个2人区吼，要互伊落来，实在是足困难的。虽然讲整个的人口是咧下降的，但是想要搬入去2人区的人是无咧下降的。即个搬走另外一个马上踏入去，安尼房价是咩落？这是无可能落的。所以咱袂当讲要哪有房价落，是房价咧起，总爱有一个限度，有一个合理的起法。有一个合理的起法，第一点你袂当互厂商乌白划价啊。厂商谁人乌白划价？谁怎伊会当安尼乌白划价？就是伊伫银行咧借钱简单嘛，伊会当借7成，谁你无爱较早你就甲降落来6成，降落来5成，这是中央银行会当做的代志。但是中央银行坦白讲是做了有够慢的。啊，伫即个情形下，你已经互伊继续起来，你要互降落来，即摆你得爱囤房税。囤房税最简单啊，中央银行若要去检查咱遮的商业银行，还是咱的金管会要检查遮的商业银行。看你放偌济款出去啊？看你对着遮的建商，因也到遮咱讲的说，讲假的厝甲摕去贷款，什么做假的厝摕贷款，咱来甲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吼。咱若去建商要起厝的时阵吼，讲我遮的厝会当安怎卖，我遮的厝绝对卖出去，我会当来还你的钱，绝对无问题。啊，但是吼，伊厝起了怎啊卖袂出去？卖袂出去，这建商甲这个厝摕来银行讲，啊，我就这个厝甲你摕来贷款会使无？送你啦，嘿。啊，银行嘛是甲继续答应的，因为就感觉讲啊，这个建商都看起来用用，啊，就有钱罔收。各位观众朋友，咱若甲你卖袂出的厝，甲摕去贷款，你感觉敢贷有钱？你若甲恁兜已经无啥物价值的厝，甲摕去贷款，银行会借钱无卖，啊，谁人建商会当借钱？所以对着这个行为吼，这种无合理的贷款的行为，这种现象真多啊。所以你看咱中央银行也甲你讲啊，你建商你若有假的厝，你让贷几成？啥物贷几成？你若真正注重咱真侪少年朋友的住屋的问题，应该好努力。本来就是爱努力啊！你靠我就逼伊甲这个厝摕出来嘛。有一寡建商工会理事长咧讲。全世界无人讲哦，建商起厝起好吼，就爱随甲厝卖互出去，啊无你就爱甲扣税。我嘛会当甲这建商工会的理事长讲，全世界嘛无一个国家，互房屋税的税金纳啊遮低啦。所以大家若要讲吼，就爱讲清楚。你看日本吼，伊建商的余屋就是比主体5倍税金吗？因为主体的时阵伊。第一屋、第二屋哈，伊有达5分之1，啊，所
所以人本来就交足悬的税啊。是啊，啊，所以拢讲迄一半，拢讲哦，你要甲我扣税是毋对的，啊，你要甲我扣税毋对的，啊，你纳的税嘛毋对的呢。老师，这敢有一个统计数字讲，知影讲这算作是乌鸦呢？这是算作乌鸦，这乌数字呢？你讲的是讲假的厝甲摕贷款者，啊，只若有重视中银行，就去好啊，甲这商银行统计就好啊。到目前为止，拢无一个确定的数字嘛，吼。中银行无咧做嘛，吼。中银行有做啊，到安尼无，我无特别去甲重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你谁啊会当互伊即个假的厝卖袂出去的厝，甲摕来甲银行贷款，甲会当贷一笔钱，甲去继续起厝，啊，等于伊的厝伊的钱拢免钱呢，因咧赚的钱拢对银行来呢，都毋是真正家己熬去赚钱啊，啊，所以毋只会向政府开始要甲你卖袂出去的厝去扣税，毋只会调起来讲啊，你安尼对我伤害足大的。我已经互你过真好的生活过一段时间啊，因为互你过上好的生活，较会互咱真侪少年人无法度过真好的生活。我看到何方咧啉目屎，你哈听到吼，这是真侪建商的这个行为，但是你处理恁老爸老母，敢一定爱你买厝吗？你的观念内面，这个希望可能有，啊，毋过伊嘛知影讲，即嘛要安尼做有困难。真大的困难啦，所以我进前嘛捌去抽过了社会住宅，迄真正是比例足低，这几年后，我头拄仔佫看一个2023年的，你去参与几摆？签2摆，抽2摆拢无对，拢无对，伤歹抽，而且虽然讲伊的厝税差不多是行情的7折，然后有分1房、2房、3房安尼，我去抽2房的，差不多嘛爱基本2万块，17000左右。啊，毋过伊个收入，因为伊爱先保留一部分，后可能甲有需要的人有分嘛，所以剩了吼，你个数字加甲，你一定是抽袂到的啦。你看迄偌济人去抽，所以迄根本个拢免嘛。你应该是讲，譬如讲，你即满若是讲要解决头拄仔人讲的这个问题的话，你若无要买的人，这人就是买袂起，你帮伊找就是社会住宅嘛。所以是毋是有真侪方法？譬如讲，真侪从化区，还是安怎，他个。这数量还佫济，较济一个。我昨昏我看到一个嘛真好笑，是讲要甲学楼骹做教室，因为少子化嘛，顶头走出去，哇！大家听到这真正是笑死我，是讲上尾楼骹学生仔去遐上课，然后楼顶，嘿啊，这拢毋是彻底解决。彻底解决，但是在你来想，应该是什么是彻底解决？薪水的部分。薪水，薪水，你的薪水若是，譬如讲你针对上市上柜的公司，因有加薪呢，你是毋是个后壁无加薪的，迄上尾遐个人，拢甲因的名拢讲出来，造成一种压力。你想啦，你其实是有趁钱的公司，你想啦唔愿意加薪，其实这种公司足济。人拢讲到想台湾是毋是经济无好，然后无加薪，其实。真正你看数字出来以后，你就知影讲，其实毋是无趁，就是无愿意加薪。这种公司足济，所以你若是彻底你个，老师要甲你补充一下，你听一下。即马其实金管会嘛开始就是讲吼，拄则何方讲到即个现象啦，就是讲你伫你的年报的时阵吼，你若讲你若有趁钱，啊你敢若家你家己，你下骹50%啊，一定比率以下。这个员工你也无甲加薪吼，伊有哪会甲伊公布出来啦？但是要讲到这个加薪的问题，其实我是非常的认同啦吼。就是讲你要互大家，不管是对一个阶层吼，其实退休的人，大家嘛是过啊足辛苦的呢，对无？啊，因为薪水愈来愈低啊，啊，你若要互伊薪水有法度变悬吼，第一点就是讲你袂当拄着欠工的问题，你就想要引进外籍的移工啦。吼，这是一个真毋好的现象啊。第二点就是讲，你袂当徛袂住讲要卖物件，敢若卖拢敢若想着讲要卖去中国尔，又甲想要讲去签即个服务业的贸易也好，还是啥物货品的贸易也好，较烦恼。你若签啊10单，你还甲咧烦恼讲你的物件卖袂去中国，那规个台湾的会怎啊拗注意？我是毋知这是啥物的想法。特别是讲咱台湾伫即几冬来，咱对中国的出口已经是非常的悬啦。啊，遮悬的情况，其实遮个服务，即个货品贸易的部分占的部分，较好的水路的部分已经降啊足够。足够。所以其实咱若要互咱的薪水
义务权，第一点就是讲，咱大家就业的人，大家拢会家己较拍拼。爱充分就第二点就业。是讲，咱袂当互遮的厂商甲过了，就是讲，啊，你欠工，就是要有关薪水的好机会，欠工到你甲遮的外籍的移工怎啊刷入来，怎啊完全无机会。大家毋通袂记是过去咱咧调基本工资的时阵，遮的厂商拢讲一个观念，啥物观念？调基本工资吼马紧，但是本国的参外国的爱甲分落开。哦，意思是讲外国的袂当适用，啊，你即马你甲伊讲外国的袂当适用，看有啥要来甲你做工课无？哦，所以我感觉调关薪水即个部分，嘛是政府爱好好去拍拼的。是，头先讲到加薪吼，我来问加薪。你是加薪啊？加薪，恁来看吼，对着房屋的健全市场来讲，以恁做即个中介也好，啊，即买卖厝这，也是咧厝税，恁的立场是啥物？头一个讲吼，讲实在，阮唔惊讲价小悬还是价小低，上重要是爱成交，对阮来讲这是上重要的。所以讲你我都加薪。对，我都加薪。所以讲吼，若是讲阮这市场会使维持一个正常的流动，即个你讲真正钱水爱活。对，钱水爱活的时阵，阮就会使讲，阮就上无，阮即度就会使趁到钱。吼，啊，另外一个讲吼。因为阮咧看讲吼，有小可有现在房价是伤悬，啊房价伤悬了吼，伊可能本来想讲要换一间厝的，换袂起。那是讲阮即摆有法度甲即个价小吼，尽量不要让它飙涨伤紧的时阵，伊可能本来想讲，一间厝两房的厝，伊就换3房，啊，迄2房毋是出来啊，出来了伊就会使互迄个想要买2房的人做一个替换。就做一个替换，啊，我是认为讲吼，这是头一个讲促进市场上面的活络，啊，第二个是讲吼，阮着鼓励你的名下吼，卖伤济厝，你可能一间厝甲2间厝，因为我迄当阵吼，前几工我去掠零的时阵，拄着一个欧巴桑，迄个欧巴桑哦，伊讲伊差不多台北市蛋黄区内底有6间厝，哦，啊，伊讲啊，妹啊，你知影无？6间厝吼，实在足麻烦的，人实在卖伤济厝。上话。因为伊讲吼，伊迄个厝拢旧，啊旧伊家己无法度去整理，啊就俗俗啊租互朋友，啊朋友伊就看一个月2万3万，安尼有蒙扣。包租代管啊。对，我有甲伊安尼讲啊，伊可是讲吼，伊就讲啊，咱熟悉朋友安尼管理，因为伊搁一个囝尔。啊讲我这以后拢互这个囝尔，我是要安怎？啊，所以讲吼，我是会使讲看政策上面鼓励，这种人，你着把厝空出来，看是爱租，还是爱卖，啊，政府甲你管对无？啊，上重要是讲，亲像老师讲的，大家拢有所在大，毋是讲大家拢会使买，因为当大家拢会使买的时阵，这问题拢讲价小一定会起。大家拢会使买，价小一定会起。我感觉政府吼，要看这主题政策吼，还是要回到本地，讲即卖问题伫倒位按照迄个部分对症下药，这才是。所以我一直提倡讲多元主题政策，就是讲咱即卖有包租代管，有社会住宅，有租赁补贴，啊拢是租的，啊有买卖迄个部分，互伊去自由市场去交易。啊，那政府应该去做一个代志。我感觉即卖这个陈建元陈议长吼，伊有咧研究这个什么使用权主题吼。当然，这个使用权主题定义是啥，还佫无讲介清楚。但是应该国外有一款叫做合作主题。你甲台糖的一块土地，也是甲这个公有的一块土地，互人来起来做合作社的部分落去起。啊，法律制度甲伊定讲，你这人起的时候，你人大，这个财产就是你的。但是呢，你若要卖，爱佫卖阮政府，甲厝甲土地佫卖倒转来。我感觉这个部分就是第一，你无去互开发商去甲你趁迄个利润，啊，你成本就是家己爱面对。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多元主题的一个新的选择。这听起来会通这会使去包租代管内底，阮即嘛有去试验到迄个合作主题。合作主题就是讲，大家人
拢是共款的边顶，咱做一个详细的规划的，来做这规定。拿股东啊，拿这个。对，就像即马共同做一个股东的概念，要退出的时阵，就是你袂使去随便自由市场去买。安尼看大的代志会当解决，这个计数无啊，就照成本啊，袂互政府啊，政府再过来照这个相关的规定来管的。我感觉这个代志国外有咧做吼，咱会使思考讲，伫个建商的这个交易市场以外，甲这租赁的市场以外，想讲何况伊咧想讲，我想要有厝，如果若有像即款的产品出来，咱为什么不爱去做这个试验？我感觉这应该政府爱去继续针对这个多元性的这个选择吼，互人民少年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当然，薪水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无成长的时阵，你就无迄个能力嘛。咱无力，袂当讲比赛你无钱，你要哪去做讲这代志？我感觉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啦。是，何况他昨老师有点着你哦，若是安尼这种物件，你敢有兴趣？有。所以我想一个问题啊，若是讲介大家拢继承厝，譬如讲，阮之前好表甲少年人，因老爸老母走啊以后，因拢继承厝，然后可能佫欠工的情况下，愈来愈严重，因拢毋免做工课安尼，介是毋是咱经济？咱的整体厝的计销，较有可能会落。厝会落去计销，这无一定哦。咱的经济，若是大家拢无要做工课，佫欠工，有厝的人变成遐尼济的话，经济佫变。何况因为你这个条件，像日本吼，拢无钱哦，敢若讲你台办的都市计划税、固定资产税，加缴我厝我送，我卖你啊，我用安尼就卖你啊。有啊，即马在日本就有即款厝啊。有诶是安尼啊，就是我送到敢若剩一间厝。已经厝伊缴税金缴袂去啊。直接是牛哩。这以后可能是安尼啦，但是我感觉这可能也是接受，主要是咱台湾，我会认为哦，这来请教蔡老师吼，咱台湾在这个经济发展当中吼，咱这个现象敢是咱台湾独有吗？还是讲，其实我也去查吼，世界各国其实咧，这帮哦，这个起价吼，头一名是加纳，这台湾当然是排伫头前啦吼。其实，甲其他的世界各国所面对的情形，拢差不多呢。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是因为都市化集中的结果吗？还是安怎？我感觉这个供给参这个需求的问题啦，你大家拢一直往这个六都、往这个都市来集中，当然这个需求就足济。都市内底的土地愈来愈少，会当大个厝会当互遮济人大个厝愈来愈少，这个需求永远比这个供给来较大的时阵，计销一定会起。所以你会当去讲世界大都市，大家计销拢安尼起的，但是世界应该足少会当拄到一个这个。人会当讲伫台北市讲有6间的厝，拢甲毋知影要安怎，因为谁会安尼讲咧？你有6间的厝，除非你着非常好去啊。但是因为咱像拄则即个林老师讲着咧，讲像日本伊的税金重啊，美国的税金甲愈重啊，无人会堪即讲。他们2间哦。嘿啊，去2间、3间安尼，有当时啊，是大人拄仔好讲，伊要甲即间厝送互你，你选伊甲讲卖。因为我都纳袂起啊，我薪水都无遐悬，我就有一间厝通大就好啊。所以就是讲，谁让咱的计销遐悬，爱集中伫遐少数的人顶悬，我感觉这是一个无合理的现象。谁让会安尼咧？因为你持有这间房屋的这个成本实在是太低啊，所以这是伊的主要的原因。即摆想要得失这群人，看你是要得失这个建商，还是要得失咱的选民。所以送互你权利。所以咱较早要讲嘛，讲你即马，你若搁要得势着少年人，你就要少年人甲你教死嘛。是啊。所以你即马提出来政策，是毋是符合少年人的政策？这就是爱，这国党爱去思考的代志啊。是。这样上尾要加什么啊？看吼。咱你来看这，我这大啦，我来到这，你以前这还佫有飞去哦。咱这房间，阮安尼看啦吼，以后可能
因为政策和成本的关系哦，可能会看起价啦。因为2025年开始要收碳税，所以讲建筑业以后因为碳税的关系，伊迄成本利润变低啊，对，利润会变低，伊迄成本会增加，所以讲这有可能会反映在伊的成本上面。可是比较以前因为现在资金大概嘛知影讲资金也是要去做其他的分配，还是讲去做其他的投资，所以讲再加上政府的一些政策上面的管制，所以讲比起以前来讲应该是无啥可能够起到安尼的，欠个安尼像流向垂直这样子的这种。何况你就较放心啊啦，有机会来啊，机会来啊，就看迄个王金老师所讲的迄种合作社的概念有通现着在台湾。对，这爱入法，爱入法。